这呢？如世间一语，能除一切暗迷，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故以为喻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仙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其寂寥息无虑而不散，终行而不殆，何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字典业教天神耶和华天主颠覆上帝等，圣心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古典回教阿拉真主如荷兰经卷一共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灵灵上帝无量心居至尊至圣三界十方幻灵真载真菩提兰因，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地图的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11子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普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2他不生，也不被生。112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1124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潘小爱前分享于 Facebook 联合报于民国76年报道了一则吃素有后扶老妇死而不僵的地方新闻。内容是这样的：瑞芳郡瑞芳镇75岁老太太周玲年终身吃斋，死后24小时全身关节柔软，一般人死后都僵直，而她却松动如常，死而不僵的情形令人称奇。家住瑞芳镇冯家路的周老太太信奉一贯道，从小就吃斋，直到撒手人寰，体质似和一般人不同。日前周老太太病逝医院，允回家中24小时才入殓，没想到她的肌肉关节仍松软如常，并未僵硬，就如同睡着一般。据一贯道导青田金春说，这可能是周老太太一得道，就像高僧圆寂火化后有舍利子。曾担任法医的省立台北医院一名外科医师说，一般人死后4小时出现尸斑，正当的温度下，1个小时关节开始僵硬，气体温低时要1个半钟头。联合报76年10月18日。据了解，周玲年女士于民国36求道以后，即觉悟大道的宝贵，
欢喜赞叹。2后鼓励夫君入道，并且开设佛堂，全家亲口如诉，度化众生。后学不计其数，一生研究三教经典、天道真理，信受奉行，福慧双修。和后学筹资兴建桃园尖山脚全真道院，济世度众，所属经理无数，遍及海内外，为道奔走历40年如一日。于民国76年丁卯10月26日午时，蒙皇母荣诏享受70有5龄。然而24小时后入殓，身软如棉，宛如熟睡，此乃求道修道成道之瑞香。就在归空的同时，随侍在侧的孙女丽芬小姐以及曾孙女子玲目睹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异象。下面是丽芬小姐以及子玲小妹的自述。丽芬小姐首先要声明的是，我是一个很健康的年轻人，就如同一般正常人神志清楚。我一向最铁齿，不相信有天堂的存在。我仍怀疑修道人归空以后究竟要回到哪，或许是的缘故。仙佛慈悲，就在奶奶归空当时，目睹了整个难以令人相信的异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那天心真是又担心又难过，等待的滋味真不好受。终于回来了，奶奶从医院送回来，外大家都很忙，但我始终都没掉下一滴眼泪。我不相信是事实，奶奶不可能就此离我远去。有些人哭了，我只用呆呆的神情眼光望着奶奶，她那瘦弱的身子，我也是忍不住在心还有呼气，表示有希望。就在此时，奶奶也躺好在床，动一下都好，叫个声也可以。望着心好酸，我告诉自己不许哭。我跪在奶奶身边，一直往她的脸看，会不会对我眨个眼。3点多吧，我仍然在身边，在眼前，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我亲眼看见了一艘船，是古代的船，相当奇妙，上面站着竟是奶奶不高清瘦的身影。我告诉自己，不可相信，世上绝不可能有此事，太悬了，难道是幻觉？船依然在云海上行走着，这地方好漂亮。奇怪，这是哪？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广阔视野，清晰舒服又安详。再望奶奶，这不是真实的吧？这路走的蛮久远的，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船突然不见了，前方出现了云梯，奶奶腾云而上，好多菩萨，好庄严。我听不见声音，看得也朦胧，但还很清晰。他们和奶奶谈话，时间有10几分钟，好严肃。
我只有看的份了，怎会看到这种情景呢？静静的看，终于谈论完了。此时奶奶的左边站了一位仙童呢，手拿拐杖，交给了奶奶，并指出座位就在右前方。在此之前，空中一排排的花朵落下，真像下雨，好漂亮。当奶奶坐好时，和仙佛并排，在右下方云梯上，好多好多修道回去的人开始道贺，很热闹的画面，持续了2天，都如此快乐热闹。就看到此，阿姨把我叫开，我回房哭了，但也没想到自己看到此景是有什么含义。不过当时我看到此时情形，心就想着修道人归空后，不知道要回到哪去。刚才看见如此奇妙的画面，奶奶在3点10分归空，到晚上时还反复想着，也不敢乱说。到现在谁能相信呢？早晨时，我告诉嫂嫂所见到之事，嫂嫂鼓励我说给道亲听。周妈林太夫人于76年农历10月6日逝世，生前非常疼爱曾孙女周子玲。子玲小妹妹今年8岁，在其曾祖母逝世满月当天，在睡梦中梦见曾祖母邀其游天堂之奇事。以下是周小妹妹口述游天堂之情景。当晚我梦见曾祖母来到身边，并用国语对我说：“子玲，我带你去游天堂好吗？”我说：“好呀。”我说：“我看见曾祖母好高兴。”曾祖母也对我说：“我也好高兴。”然后曾祖母牵着我的手到处飞翔。仙女来接我们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我又看见穿金黄色的衣服军队天兵天将和仙女们都跪了下来迎接我们。我又看见一个金黄色好大的椅子，我和曾祖母坐在一起，后面有2位仙女用大扇子在扇酸了。曾祖母就像变魔术一样，把它变不见了。曾祖母的身上很香很香，头上戴金色的帽子，白色的衣服，还有白色的鞋子，鞋子的前端有红色的大花朵。曾祖母的头后面有佛光，是金黄色的，脸红红的，好漂亮。曾祖母和军队天兵天将仙女们在开玩笑，要他们统统倒下去，好快乐。仙女帮我梳头发，发上打个蝴蝶结，长长的衣服，胸前有2朵大红花，腰后有打蓝色的蝴蝶结，腰的旁边有一只小鸟，凤凰鸟，有一双平平的鞋子，和曾祖母一样是如意鞋。我想飞就能到那。还看见曾祖母坐在不带2轮的车子面，我坐在后面。
车子顶上有花有蝴蝶，在我的旁边还有2位仙女。我把绳子剪断，要小鸟帮曾祖母拉车子，小鸟变成一只大鸟。仙女告诉我说：“子琳，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玩，在那里有阳光有云。”仙女说：“你不要站在云上？”我说：“云来它就来了。”我站在云上，不曾摔下去。仙女倒一杯葡萄酒琼浆玉液给我喝，还给我吃柳丁橘子，好甜哦。仙女说我好漂亮。天兵天将说，在你曾祖母生病的时候，你在照顾还陪曾祖母。你好乖。曾祖母天兵天将和仙女和我去一个好大的花园。后来我玩累了，我跟曾祖母说我要回去了。仙女说衣服穿回去没关系。曾祖母说修道人不可以贪心，你很乖，下次我会带你再到天堂来玩。后来我把衣服脱下来还给仙女。后来曾祖母天兵天将仙女们就送我回家了。我亲曾祖母后来醒了，奇怪，我怎么还在这？不是在天堂吗？起事后学认为，求道修道归空的感应显化事迹不计其数。一般人当归空时，业力都会现前，如在世好杀牛者，死亡前做牛叫；好杀猪折狗者，死亡前亦有做猪狗叫的声音。这些情形时有所闻，由于亡故后将坠落地狱受苦，故死状极为难看。一般人认为看其死相就知道死后的归处。一般人类归空后2至4小时，体内的细胞如蛋白和酸脂肪开始分解，血液氧化凝固，引起身体僵硬，这是自然现象。但是求道以后，学修讲扮行面目慈祥安和，面带笑容，颜色如生，身软如棉。这些瑞相印证了灵性登圣语，当无疑虑。从这则归空后身软不僵硬，以及孙女李芬小姐所目睹归空后不可思议的异象，都证明了求道修道归空返回天堂的真实。右州妈林太夫人在归空满月，又带只有8岁的曾孙女游历天堂，自在逍遥，如身临其境，弥足珍贵，印证了3期末节大道谱传名师应运降世普度众生的福音。希望世人珍惜有生之年，急速修办，是所至盼也。